勝利之友，2號線道藍色旗龍的傳人，3號線道黃色旗拔萃舊生會。恭喜得獎嘅龍舟建議同埋隊伍。第4線道青色旗香港科技恭喜晒龍舟隊。接住落嚟咧係季軍嘅得獎隊，季軍嘅係 AMP 有2龍。第5線道橙色旗亞洲龍舟隊，第6線道紫色旗國際制服文化協會，第7線道綠色旗第8線道粉紅旗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工人飛龍。好啦，一開始咧就睇到1號線啦、3號線啦，都稍為有啲領先啦。呢個勝利之友龍的傳人。但係咧，外邊就對岸對旁嘅咧，都差唔多追到過嚟啦。包括有呢個同埋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工人飛龍。咁啊，呢幾隊咧一路都係向住個終點衝向，睇下邊一隊最快能夠攞到冠軍啦。但係中間咧，橙色旗啊，亞公國龍舟隊，我哋呢個本地姜咧交接翻嚟啦，衝得上嚟。黃色旗嘅拔萃舊生會，恭喜晒季軍嘅得獎隊，恭喜晒。接住落嚟亞軍嘅係科威，好啦，拔萃舊生會譚發燕追緊呢個亞公國龍舟隊，追唔追到啊？好力啲！好，跟住咧就係7號線嘅Scott，好埋1號線喺1號線過咗啦。呢個勝利之友，好啦，6號線嘅國際制服文化協會都中線啦。我哋有請亞軍嘅得獎隊，All Great。最後藍色旗嘅龍的傳人。好啦，完成賽事嘅隊，請你快啲翻返去個起點嗰度啦，因為我哋嘅賽事好快會再開始啦。大家經過我哋嘅觀眾席，我哋看台同我哋嘉賓打個招呼啦。好，青色旗嘅香港科技大學舊生龍舟隊，6號嘅國際制服文化協會，黃色旗嘅拔萃舊生會，快啲！好，橙色旗嘅亞公國，恭喜晒亞軍嘅得獎隊。第24場小龍混合邀請賽決賽扶輪杯2026冠軍龍龍。